推广语言，除了爱讲、爱用，嘛爱会晓写。来看鹿港到民间团体举办行台活动，带民众去糕饼店、甲金纸店熟悉市场的台语。落尾阁安排老师教民众写台文，互大家毋但会晓讲台语，阁会当认捌台文字。一群人咧踅传统糕饼店，有草仔粿、发粿加红圆，原本就是用台语发音的食物。搁来去金纸店，介绍拜拜会用到的各种金纸。中华鹿港有民间团体举办行台活动，要互民众熟悉市场的台语文化。用拜拜这两个字，伊主本应该就是台语嘛。咱来讲大拜拜，它拜拜听起来就是拜拜。台语毋是一种附属于华语的物件，伊是本地就存在的。透过这个活动，一方面是鼓励这店家会使继续用台语来，甲在顾客来介绍。用台语其实保存了足侪较早做物件的用法，嘛会使甲这文化甲语言会使继续传落去。除了带民众去糕饼店、金纸店熟悉市场买卖的台语讲法，主办单位嘛规划用书法写台文字的活动，毋但要鼓励民众加讲台语，嘛希望推广台语其实有字的这件代志。一个语言要刷落去，毋是敢若听敢若讲，就是咱嘛最重要，咱渐渐爱甲台语的字找转来，台湾这块土地母语才会使传落去。我家己是做设计，甲文化是较有关系。语言的系统要甲做文章，也是讲要去甲书写落，一定是文字是一定是必要的。主办单位表示，来参加活动的人，大部分台语拢会晓听、会晓讲，但是对台文字就真青分。但是语言的传承，除了听甲讲，更加要紧的是爱有文字系统的支持，才会当互语言世代传承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